解我想講臨床香薰嘅話題呢？因為咧，我最近已經完成咗幾乎72個臨床香薰治療師嘅訓練啦。咁可能要話俾大家聽咩叫臨床香薰治療師啊？如果你見到嘅時候唔知係咩，咁臨床香薰治療師係咪可以自稱為臨床香薰治療師嘅咧？又唔係嘅。首先要完成300小時嘅即係香薰治療嘅訓練啦。咁另外要考核嘅，同埋要有實習嘅，咁先有個認證啊。我哋獲得個認證同埋即係證明你有嗰個資格嘅。咁啊，如果臨床香薰治療師最重要嘅地方，我自己認為就係要識寫 SOAP 啊，嗰啲嘅 record 咯。因為咧嗰個嘅 form 啊，即係我哋要同嗰啲醫護人員溝通啦嚇，要書寫個病人嗰啲嘅治療記錄啦。咁全部即係最重要嗰 part 啊，其實就係要做一個嘅評估啊。咁個評估都做唔好，你點落到去分析同埋應用精油咧？另外就係我哋要同嗰啲醫護人員溝通，咁呢一個 SOAP 我覺得係最重要，就係咁。